明芬人嚟有呢個百科知識單元啦，無厘咪，無厘咪花花樹樹，咪咪哩啊啊咪哩，咪咪嗦咪咪嗦哆。保加利亞展示嘅消防裝甲車。消防裝甲車，香港有冇消防裝甲車啊？冇嘅。因為唔啱香港用嘅，啲坦克車型嘅車咧會行爛馬路，而且香港啲山好高好斜，係爬唔到上去嘅，所以唔適合香港，所以就冇呢種車喺香港嘅。水災救護專用船永不會沉，可以手提。呢個水災嗰時候，永遠都唔會沉㗎喎，入咗水都唔會沉㗎喎，裝住啲人都唔會沉。最大嘅原因咧，就係佢嘅即係物料好輕，足以令成隻船浮起。咁但係接埋嗰時咧，可以手提㗎喎，可以拎走㗎喎。水災救護專用船。中國警用的現場勘察車可以根據要求配備發電機、照明系統、器材櫃等。最初內地開始嘅時候，開始有警察嘅時候咧，以前之前係叫公安㗎嚇，咁就有警察嗰陣時就開始嘅時候就會開始嘅設備，最初咁增加新嘅設備，你就對付啲歹徒啦。二二1.9、1.9、1.8、1.8、7、1.7、6、1.6、1.5、1.4、1.4、1.3、1.5，少數。青島公安部新購嘅警車，加強警力。因為嗰陣時冇啱啱冇幾開始嘅時候，內地嘅警車係好少嘅，好少有警車，都要增加喺落外地買翻嚟。當然而家香港內地基本上一個汽車製造業嘅王國啊。美國警察開路，反戰示威群眾大規模反戰。開路啦！美國好中意打仗，所以咧就好多反戰嘅示威。咁呢一次反戰示威，就警察要為佢哋開路咯。如果唔係，就會引起大混亂啦。1/2、4/2、8/4、16/8、32/16、16/8、8/4、4/2、2/1。2/1有冇睇到啊？2/1同埋4/2都係一樣咁多嘅啫。32/18、32/16，其實都係1/2，都係一半。香港警方拆彈組出動拆彈，先行封鎖現場。以前咧好多拆彈專家咧，為咗拆炸彈咧，就俾炸彈炸死嘅。咁而家就唔會啦，因為而家係首先係拆彈機械人去拆嘅，爆炸咗嗰啲炸彈專家先至會埋去嘅。威呼威呼，接，A、B 邊一個會接成上面嘅正方體咧？ A 定 B 會可以接到上邊嘅圖形咧？望下先，呢個係咪綠？呢個紅？呢個黃？可唔可以啊？接埋佢應該得嘅。嗱，呢個咧，呢個綠，呢個黃，呢個紅，成條線咁排出嚟，就唔會接到上邊呢個圖形嘅噃。所以答案係 A 定 B 啊？
A 咯。海獅係記憶大師，而你當然更厲害啦。海獅可以記到10年前學嘅嘢，你咧可以記到100年，甚至超過100年嘅嘢，一生一世都記得嘅。wee 胡 wee 胡，接，A B 邊一個會接成上面嘅正方體咧？我哋睇清楚啦，呢個3，呢個4，呢個1，有邊個可以接到呢個咧？呢個4，呢個3，呢個1，接落去嘅會排成一條直線，就冇可能接到呢個圖形嘅，所以唯一答案就只係 A 咯。哈哈哈，點解你總係啱嘅咧？因為你聰明咯，係天才咯。wee 胡 wee 胡，，A B 邊一個會接成上面嘅邊個會正方體接到咧？上邊嘅圖形咧？你睇下嗱，呢個3，呢個6，呢個5，睇唔睇到 A 定 B 啊？呢個3，呢個5，呢個6接唔到呢個嘅，因為接起上嚟5同6係調轉咗嘅。咁呢個就得啦。3、6、5，3、6、5，所以答案係一定係 B，啱唔啱？啱啦。黑猩猩也能認3000字彙，你當然表現得更佳啦。黑猩猩可以認到3000字彙喎，等於4歲嘅拼音文字嘅首歌，要識3000字彙先可以生活。但係我哋係唔需要咁多嘅，因為我哋任何一個詞、任何一個字都可以砌成另一個詞。20、24、28、32、32、36、36、40、40、44、48、48、52、56、56、60。60，係咪每個加4啊？4、8、12，一路加落去啦。wee 胡 wee 胡，，A B 邊一個會接成上面嘅正方體咧？邊個咧？呢個綠，呢個黃，呢個紅，綠紅黃，邊個可以排成呢個啊？係咪好清楚係呢個啊？綠紅黃啊？呢個綠紅黃排唔排到啊？梗係排唔到啦，所以答案係 A。黑猩猩也能認3000字彙，會你當當然然表表現得現得更更加佳。啦。wee 胡 wee 胡，，A B 邊一個會接成上面嘅正方體咧？邊個咧？A 定 B 咧？呢個紅綠藍，呢個紅藍紅藍綠，可唔可以接到啊？咁呢個咧，紅藍綠呢個接唔到噶，因為接落去之後會排成一條直線嘅，所以冇可能接到上邊嗰個。唯一咧就係藍紅綠呢個，藍紅綠呢個可以接到上邊嘅。答案係 A 定 B 啊？梗係 B 啦。哈哈，點解你總係啱嘅咧？成日都係你啱嘅，因為你係天才咯。數數數你話天天啦天。香港郵政局屬屬下嘅下嘅郵郵車，車，郵車梗係愛嚟派信啦，係咪？仲係愛嚟切？而家我哋做乜嘢啊？送貨咯，係咪？如果你喺網上訂貨，就要送貨咯。咁郵政局都會幫你送噶。平治汽車廠製造嘅救護車，平治即係 Benz 咯，製造嘅救護車，最先發明車嘅梗係中國啦，但係最先發明汽車，即係用汽油嚟到行動嘅車咧，就係德國嘅，就係平治啦，平治即係 Benz 啦，內地就叫做奔馳。美國嘅消防車同埋救護車輛，係咪特別長啊？因為美國
以前買落好多黑奴，令到所以咧佢哋係特別長、特別高大，所以咧嗰啲車都要大啲，如果唔係裝唔落咯。30、三十、36、36、42、42、48、48、54、54、60、72、72、78。78，係咪每個加六啊？六啊12，跟住係18，跟住24，每個加六咯。廣州警隊嘅破障工具車，破障工具車喎，邊度示威喺度燒嘢啊？咁就玩呢啲車出動，去將佢鏟開，咁等啲警察就可以過去。咁啊，呢啲喺內地而家係冇用噶啦，因為而家好清楚，所有交通都係好容易控制嘅。香港科技港局嘅數碼社區大使。係啊，我哋而家上網要俾月費嘅，要俾錢嘅。但係最初咧，宣傳呢個上網嘅時候咧，政府開一啲貨櫃車裝成咧，就係叫做數碼社區大使，教啲人點樣上網啊，免費上網啊。呢個係宣傳嘅階段。2分一、1/2、4分一、4/1、6分一、6/1、8分一、8/1、10分一、8分一、6分一、4分一、2分一。係咪啊？分得越多份就越細咯。消防電單車唔怕交通擠塞，迷你搶救車越過崎嶇狹窄山路。有冇見過消防電單車啊？其實香港有嘅，但係而家好似好少出動喎，因為交通冇阻塞冇剩咯，咁啊，所以比較少出動。咁啊，呢個係消防電單車。迷你搶救車咧，譬如喺長洲啊，啲路好窄啊，只可以適合數小型嘅車行，咁就只有出動呢個迷你搶救車、迷你救護車。ABC 邊一個同其他唔同咧？邊個唔同啊？睇到未啊？燈 A 定 B 定 C 咧？睇清楚咯喎。A 中間係咪綠色啊？B 中間都係綠色。C 中間，哎呀，係紅色哦，所以答案應該係 A 定 B 定 C 啊？梗係 C 啦。我只嚟跳上大鼓，動出個 yes。ABC 邊一個同其他唔同咧？邊個啊？你睇下中間嗰個係唔係黃色唔同啊？其他都係綠色哦，所以 B 係同其他唔同嘅。哈哈哈，點解你總係啱嘅咧？又係你啱喎，你真係聰明啦。ABC 邊一個同其他唔同咧？邊個同其他唔同啊？呢個綠紅綠，青紅青，呢個咧青嗱，哎呀，呢個青紅黃，呢個咧邊個？睇下邊個唔同先，會唔會呢度有兩個青喎，其他都唔係喎，唔係綠就青喎，所以唔同色喎，所以好容易睇到。答案就係 A 定 B 啊，定 C 啊？梗係 A 啦，啱唔啱？啱咯，係咯，舉手咯。果子狸跳上大鼓，咚咚咚，咚出個 yes 啊！100、100、90、90、80、80、70、70、60、60、50、50、40、40、30、30、20、20、10，係咪每次一直都減10啊？一路減到由100減到10。ABC 邊一個同其他唔同咧？邊個唔同咧？呢個紅啊，同黃係黐埋喎。呢個紅同埋黃係黐埋喎。呢個紅同埋黃係分開，係咪？答案係唔係 B 啊？贊成嘅請舉手啦。啱啦，全部都啱咗啦。
海獅記憶大師，而你當然更厲害啦。啦。Grab Grab ABC 邊一個同其他唔同咧？邊個唔同啊？好難睇咧，好多大人都睇唔到嘅。我哋望清楚，紅色對面係咪黃色啊？紅色對面係咪黃色啊？哎呀，呢個紅色對面係橙色喎。咁答案係 A 定 B 定 C 啊？贊成 C 嘅舉手。啱咯，就係 C 咯。海獅記憶大師，而你當當然然更厲更厲害啦。害啦。嗦嗦啦哆啦哆咪唻，嗦啦嗦唻嗦啦嗦，啦咪哆啦哆唻咪唻咪嗦唻，嗦嗦啦哆哆咪唻。嗦啦嗦唻嗦啦嗦，啦咪哆啦哆唻咪唻咪嗦唻。同時接受多次重複的信息，信息不能更廣泛分佈在大腦，學習效果也就越嚟越弱。係啊，唔可以不斷重複去學一樣嘢㗎。同一時間更加唔可以重複不斷。哎呀，呢個叫做豬，啊呢個叫做豬，一段咁重複講，個腦咧就唔會同你建構嘅，即係唔會喺更廣泛分佈嘅。咁你嘅學習能力就會越嚟越差咯。所以你唔使讀咁多次㗎，適當地得㗎啦。流動聽覺中心為你耳朵服務，聽到嗎？他要走了，拜拜拜。拜。哎呀，呢個流動聽覺中心即係去新界一啲偏僻嘅地區幫人哋睇耳仔咯。啊，因為嗰度冇耳科醫生啊嘛。拜拜。